一株神秘嘅植物，頑固地拒絕開花，究竟收埋咩秘密？喺悉心照顧、無微不至嘅關愛下，佢仍然不為所動。呢個係一段充滿耐心同奇趣嘅旅程，由澆水到教佢點樣開花，直至發現意想不到嘅真相。原來答案就收喺顛倒嘅視覺入面。HY Story。你為什麼不開花？我嘅花園入面有一株植物，佢有綠色嘅葉，好似其他植物一樣。但係佢一直唔開花。我從來冇種過咁奇特嘅植物。睇下喺地洞嘅小兔，佢都發現咗呢種神秘嘅植物。我盡可能以我所知道嘅方式去照顧佢。我每日朝早同每晚都為佢澆水。地洞入面嘅小兔正喺度觀察呢個到底係咩植物。我將佢掉落嚟嘅葉掃乾淨，做起嚟好辛苦呢。地洞裏面嘅小兔伸出佢嘅舌頭，嘗嘗植物嘅味道。呢個到底係咩呢？啊，原來係蘿蔔。我保證俾我嘅植物有足夠嘅光照，但係佢仲係唔開花。睇下地洞入面嘅小兔，佢換咗一身廚師嘅服裝，仲通知屋企人準備食蘿蔔大餐啦。我拎出最好嘅茶請佢飲，不過我諗佢大概比較鍾意可可。喺地洞入面，小兔子們將椅子同餐桌搬過嚟，睇下佢哋，非常期待呢一餐飯啊！我嘅植物唔鍾意強烈嘅陽光，天氣太熱啦，我就為佢撐陽傘。地洞裏面嘅廚師兔將蘿蔔切成蘿蔔絲，真係好好食。你睇，有更多嘅小兔都發現咗呢個大蘿蔔。我從來都冇忘記同佢講晚安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唔記得咗，佢會瞓唔着。哇哇哇！你睇下地洞入面嘅小兔，佢哋為咗食蘿蔔正爭先恐後，仲拎梯過嚟啦。我甚至試下教我嘅植物點樣開花，不過佢好似唔明。嚟睇下地洞入面，廚師兔睇住呢班食飽咗嘅小兔，唔知佢會有咩感覺呢？佢真係古怪嘅植物，我一定要知道佢點解唔開花。地洞入面嘅小兔正喺度將椅子同餐桌搬走，廚師兔喺度打掃掉到喺地上嘅蘿蔔。而家我知道佢點解唔開花啦，我真係大錯特錯啊！原來佢倒轉咗啊！就喺小熊將蘿蔔拔起嚟嘅時候，廚師兔感到十分吃驚。你睇下，廚師兔都探頭睇下發生咩事。小朋友，呢個故事有趣嗎？原來植物有唔同嘅種類，唔係所有嘅植物都會開花。除咗故事入面嘅蘿蔔之外，你仲知唔知咩植物唔會開花呢？快啲去同朋友分享你嘅答案。故事講完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記得訂閱、
讚好同分享。聽聽音樂，放鬆心情，準備瞓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晚安。